那再来关心这高雄连环杀人案上新的进度，即卖呢，警方是伫73岁姓高的嫌犯因兜去撬出家刀、甲尖刀等等的物件，已经送去鉴定。伫这家刀顶头也找到姓张的死者，也佮有嫌犯的 DNA。被害人以及张姓嫌犯的 DNA 生物基证。那尖刀的部分根据现场的尸块，我们尖刀的一个锯齿状的一个刀刃，跟现场尸块切割的一个形状的工具切割断面的工具痕迹是雷同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尖刀以及剪刀是嫌犯行凶与切割的工具之一我们目前是寻获有37块，那有35块是属于这个造林被害人的这个尸块高雄市刑代表示讲，目前已经找到37具尸体，也乃这嫌犯的阿祖呢，目前是还未找到任何的部位。另外有风声，这嫌犯的笔记内底可能有写一个姓陈的第5位的被害者，刑代是否认，讲目前是敢若掌握3个被害者，也无啥物外界所讲的笔记。